后来乡亲啊，花西新闻杂志搁来得奖咯。这届采访团队是到日本、到台湾各地来报道这个地方安怎透过创意为偏乡来找出路。结果是来得到文创产业新闻报道奖，这嘛是花西新闻连续第7档摕到这个奖项。 友善的生态景色真水。日本鹿儿岛的偏乡，面对老大人足侪、囡仔足少的危机，因想办法要找出在地价值，转型观光的产业。我们从南投来这边看鹤鸟，然后我们是做上国际保育的课。好的哦，好，三个采访团队对日本到台湾，分头去看台湾和日本这方面的现象，经过公仔寮、三峡、搁高雄，调查在地民众如何来抢救地方的经济，专题摕到2020年文创产业的新闻报道奖。人慢慢的会回流，那未来我们需要的人才，也就是慢慢的培养出来。 台湾的地方创新，即马都在进行，希望透过华视新闻的报道，为地方的发展找到更较侪资源。